禮儀憲章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禮儀憲章第一章，整頓及發揚禮儀嘅總則。一、大公會議強調，禮儀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達基督嘅奧蹟同埋真教會嘅純正本質，並超視比其他人。因此，禮儀憲章嘅第一章率先論述咗禮儀嘅本質，以及禮儀喺教會生活中嘅重要性。基督派遣宗徒們向一切受造物宣講福音，並且要佢哋以全部禮儀生活所集中嘅祭獻同埋聖事嚟實行佢哋所宣講嘅救世工程。喺五旬節嘅當天，教會出現於世界。自此以後，教會從未放棄聚會，舉行逾越奧蹟。教會喺基督內感謝天主莫可名言嘅恩賜，因聖神嘅德能頌揚佢嘅光榮。為咗完成救世大業，基督時常與其教會同在，尤其臨在於禮儀中。喺彌撒聖祭中，佢一方面臨在喺司祭之身，藉司鐸嘅職務作奉獻；另一方面，佢更臨在於聖體形象之內。基督又以佢嘅德能臨在於聖事內，因而無論係邊一個付洗，實為基督親自付洗；喺教會內恭讀聖經，實為基督親自發言。幾時教會喺祈禱歌頌，佢都臨在其間。禮儀應該視為耶穌基督司祭職務嘅施行，所以一切禮儀行為，因為係基督司祭，就係最卓越嘅神聖行為。教會嘅任何其他行為都唔能夠同禮儀嘅效用相比。喺人間嘅禮儀中，我哋遇上嗰個喺天上聖城嘅禮儀，並以朝聖者身份奔赴聖城，渴望置身於諸聖嘅行列中。神聖禮儀並不涵蓋教會嘅全部行動，因為喺人走近禮儀之前，首先應該為信德同埋悔改蒙受召叫。因此，教會對尚未信仰嘅人全部得救嘅喜訊，使所有嘅人得以認識唯一嘅真天主及其所派遣嘅耶穌基督，並實行懺悔。對於信友，教會應時常宣講信德及悔改，準備佢哋領受聖事，教訓佢哋遵守基督嘅命令，並要輔導佢哋實行一切愛德、慈善、傳教工作，以顯示基督信徒係世界嘅光明，為光榮天父。彌撒聖祭係天主喺基督內聖化世界嘅行動高峰，使到信友喺生活中實踐佢哋以信德所領受嘅，喺聖體中重定天主同人類嘅盟約，推動信友燃起基督嘅迫切愛德。教會傳教嘅目的就係使所有嘅人藉信德同埋洗禮成為天主嘅兒女，喺教會中讚美天主，參與祭獻，共享主的晚餐。為咗獲得圓滿嘅實效，信友必須以純正嘅心靈準備去接近禮儀，又要心口如一，並與上天恩寵合作，以免白受天主嘅恩寵。基督信徒除咗參加禮儀，亦都應該不停地去祈禱。基督子民嘅熱心善功，只要符合教會嘅法律規定，都應該受到尊重，但係就唔能夠同禮儀嘅效用相比。下一個主日，我哋會繼續介紹禮儀憲章，認識梵二對教會禮儀改革嘅指引。聖堂刊物架已經擺放咗禮儀憲章嘅單行本，歡迎大家攞返屋企細讀。大家亦都可以登入本堂網頁，學習連影片嘅選項，重溫已經播出嘅梵二簡報。